桃园市图书馆的总馆试营运7个月，从早起有消防警报，每一层楼的排烟门拢启动哦。上千个民众也准时火灾，赶紧要逃走，却发现讲逃生门真矮，官方嘛无随马上来说明，互民众是真惊吓。用手机翕，礼拜早起10点半，桃园市图书馆总馆3楼的消防警报响了，讲来逃生的画面。也甲议员投诉讲，放送通报机制是让10几分钟了才响，现场也无人甲大家讲发生什么代志。而且逃生门真碎，担心若大家做伙要逃生的时阵，大家拢开这个门，混乱中可能会发生吞大的事件。当下在馆内的民众是相当的惊慌，再加上防烟防火的铁卷门又同步的拉下，却没有人员立即在现场做指挥疏散。市员批评，桃园市总图书馆无伫第一时间说明，对疏散真无适。伫咧面对紧急状况 ，SOP 完全无及格，也质疑若真正不幸发生火灾，效果是不堪设想，要求爱检讨。官方回应讲，第一时间有去查看，发现无火，虽然无需要启动紧急机制，不过为着安全，由原请民众刷到火花小弹。馆方立即按 SOP 疏散民众，并在排除状况后逐层巡视，于上午11点10分恢复开放入馆。官方表示，总馆是全栋式透天的建筑物，若是导火，烟要向顶头窜到规栋建筑物，所以每一个楼层的排烟门拢同步共来，甲烟挡来，也伫一定距离设置会当刹开的门，拢符合消防法规。以后会加强各项紧急事件处理流程的人员训练，并且针对突发状况，安怎增加逃生人数进行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